文学要承认台湾文学，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承不承认我这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品牌呀、如果你们都没有了，你谈台湾文学被死啊！这台湾人自己不了解啊，花哥嘞哟。所谓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是我们内在的灵魂意识，因应种种的世间的这些现象，反映出来的一种内心的波动。所以它是一种映现。映现台湾经过这几百年来换了那么多老北老路，就掉下底下，随时有人来欺负，那这个精神主体如何传进去？就包括明正的王朝、郑氏王朝、郑成功时代他们的斗争一样，如何保留这个东西？就是利用禅宗的东西，宗教的手法。所谓灵魂是应物现形，神佛是无形应物现形。随着这种东西反映出台湾的敬意、跟台湾的希望、跟台湾的悲惨的这个命运等等，它整个把这种东西映现出来。每个不同时代、不同产生不同的东西，基本上在追溯的就是一个台湾的主体性人性的普世人性。文学300-400年来，透过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意境，它穿梭着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寻求台湾的主体的灵魂。那台湾的文学史上呢，台湾的主体随着不同的外来强权、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个体，那藕断丝连。有的时候台湾主体就会出现很强，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到，就像黑人在美洲黑奴越天路，台湾人一直在问天，什么时候给我一点公平？那种种的视线的媒介、名词、观念。什么主义，什么事件，万象琳琅满目，繁杂多元。但不管怎么表现，都必须要朝向一个内在的主体。你去看现在的大学的体制，你们以为现在有分什么文学系什么系？100多年前有分吗？你去看大学，你去看 PhD 的原来的意思，再推演一点。所有今天大学的这些分科等等，还有各式各样的所谓学门学科的基本定义，还有你们现在写 paper 要有引用文献等等的规定，还有现在你学分制度是什么意义？这个你要从西方的文艺复兴，你们去看巴生的那个文明文化的文明的衰退，你去看看500年的这个兴衰。你从文艺复兴以来，你去看这些所谓大学的分科的这些严格，你就可以了解到，台湾400年早就足以绰绰有余的成立我们的文学系，不应该受到这些政治的操弄。所以你问我说，那中国文学往往可以跨足台湾文学，台湾文学好像没有框框，然后你会紧张，你要框框，你那人家没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偏偏要构筑几栋墙把自己围起来。台湾文化本来就是兼容并蓄，台湾文化不仅衔接全球各种文明，它本来就是海洋文化，奔向整个大宇宙，本来就是泱泱隔级。台湾，你看我们台湾文学系在成大的这个台文系，它是全国最大的台湾文学、台湾文化体系。台湾文学系，我认为要作为一个人，要作为一个台湾人，先成为一个人，一个像样的人。而台湾文学的一些内容，也应该变成台湾的普世价值。所以我认为谁都可以念。如果说要念出路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出路的问题，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成为台湾文化政策的主要的撰写人，帮助这个国家成为我们长远的世世代代没有束缚的、没有政策的文化政策，把主体留给每个人。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
台湾的整个灵魂生产地，就是现在成功大学的台湾文学系。所以你们不要问我说什么人才适合念台湾系？我认为每个台湾人承认台湾主体的，至少都应该了解一下台湾系的基本的内涵：台湾文化、台湾文学、台湾语言、台湾价值，整个各个系统在这里面。那我们同时呢，我们系上又特别重视思辨能力，对吧？我以前在上课跟你们讲了，千万不要轻易相信我讲的话，但是请你去检验它。什么事情碰到了，我不马上下什么结论，我们仔细去思考，笃定的世世代代去思考，你终于会找到不止思辨的能力，还加上什么？要展现文化的种种媒介的技能。像我们不是重视有人在写剧本，有人在写那个编写那个像袁兰花老师的也是一样，各式各样的。那你要应用这些种种的科技的这个能力，也要顺便什么都要一起。所有年轻人，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上帝造人，从来让你对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兴趣。可是为什么练文的经常怕数学、怕化学、讨厌什么学科呢？那是因为你成长的过程里面真衰，碰到了一个数学的坏老师、化学的坏老师，才让你对那种东西进去。要不然每一个人都对什么东西都很有兴趣。而且上帝从来没有创造有经验的人，每个人都是给你无穷的好奇心。你千万不要画地自限，台湾文学只不过是在所有生命的向度里面的特别强调某一个东西而已。你一定要把全部的门都打开 ，Open your mind， 接纳各式各样。那你要选择种种专业，你可以去选。就台湾一个文化来讲，没有一种专业叫做台湾文化。只有一个专心的态度，主体的认同。我认为呢，你要学习的东西是全方位的。透过台湾系的很多附属的，不是附属的，就是其他课程，你要有一些专业技术。比如说你摄影很厉害，比如说你特殊的这些，比如说你有特定，但是我们所有文科都没有像科技方面有的特定的这些专业技巧、技术、技能，而且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大学本来就是不是职业训练所，是因为我们的发展过程里面把这个东西搞混。我想先把主体先找出来，很多的东西，最好的戏有最烂的人，再差的所谓什么样的什么不上演的戏，也有了不起的创作者。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咱的灵魂，咱的主体。你若讲硬要问我讲，什么人上适合？我硬讲吼，靠台湾意识的，伫这个阶段都入来读这个戏。OK。